级鼓队人员有16个人员。那16个人员呢，有会计，有老师，有公教人员，也有兄弟姐妹。所以呢，或许呢，在此呢，他们在布置的时候，或许把它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刘美碧，刘美碧前贤、黄丽文小朋友，杨素纯杨老师，还有孙俊伟小朋友，蔡雅文。雅文应该是小姐哈，她在县政府殡仪科服务哦。那刘维德是国一了。那刘怡倩小4，刘玉仁呢小2，刘敬明呢小6，刘启颖呢小2，黄彦俊小5，然后廖崇杰小4，石松林小4，庄志祥小4，林嘉诚小6。然后林悟曼老师，所以一个队伍要成立，需要很多的人力那鼓呢，我们常常讲一鼓能作气，一鼓会让我们振奋人心。我们甚至听到鼓的声音我们整个都会高亢激昂的感觉。后学相当喜欢鼓乐，真的相当喜欢鼓乐听到那鼓乐的时候，好像让你自己都不能有所懈怠，也不敢有所怠慢的感觉所以他们今天所要表演的呢，有3个曲目有3个曲目。那第一个曲目呢，也是醒狮锣鼓，也是我们台湾的鼓乐，那是谢先生谢氏的作曲。醒狮艺术呢，在我们台湾各地颇为流行，广受民众的喜爱，在海外各地于重要的节庆中均有其表演跟演出。作曲者以传统的醒狮锣鼓呢为题材，再加以创作改编，加入丰富多变的抛锤及入锤技巧，并融合武术、梅花五手的基本动作。在重音里面，你们听到鼓的时候在变化，所以它的鼓有强有弱，有急有慢，所以形成一大特色。那它手术的这后学在介绍的这个曲目呢，就是让它分成有四个里面的节奏里面，各位前贤可以慢慢去欣赏那第一个全曲里面有分成4段，那第1段呢有醒狮3拜跟出游，第2呢就是戏耍，第3呢是烫笛采青，第4呢是摆尾回动所以我们这里也有3个当大家听到鼓声的时候，真的会振奋人心。我们现在欢迎他们以最热烈掌声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崇德的前贤呢，来为我们表演击鼓，热烈掌声欢迎！再一次热烈掌声！
们所要表演是北管的跳台。那为流行于台湾民间甚广的戏曲呢，锣鼓记谱方式来攻词谱的传统。所以呢，北管分成两大派，一为葫芦，然后一为西皮。明显的分别在四葫芦派用的贴符，就是那可载弦待会会出现来演奏的文长。那西皮派用的呢是金符，就是吊轨仔来演奏的文长。在宜兰早期呢，曾因这两派不同而出现的族群械斗，但实因呢，我们在时代的变化之中呢，我们想两派的流传呢，已经慢慢的不再昏沉了所以呢，出现两派的特色皆在交集常常在学习。所以我们常听到的表演，大部分是为歌仔戏或布袋戏的板仙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看他们来表演的话，我们就尽量来欣赏虽然说我们都大概在庙会可看到，不过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北管的跳台里面看我们精彩的演出。我们这类欢迎第二首曲目《北管跳台》。接着下来呢是大破连环。那大破连环呢，我们看到每个小朋友都相当的卖力在演出。那这里呢，后学呢把刚刚没有介绍完的部分呢，再跟你们做一个介绍，因为他们还要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整理。所以呢，后学呢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他们刚我们讲到说，如三仙会，还有八仙、大醉八仙等。我们常见的是什么？曲牌则有点江混叠气颜回上楼下小楼、七寸连、千秋岁、清吉，然后尾声等。那北管的戏曲呢，我们又称为乱弹戏。那现今很少人在演出或者是在戏剧的时候呢，来表演这一些。不过呢，我们可以用指吹打或者是清唱的方式来主要表演的风格。那今天呢，在开路古籍庙会中，我们常见的就是大量使用这一种方式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表演的是呢，就是大破连环。那大破连环呢，也算是我们台湾的古乐曲就作者以台湾民间本土宋江镇，我们可能印象很深刻宋江镇的古乐为素材，配合《水浒传》的宋江大破连环马的故事加以改编，将民间的宋江镇的锣鼓呢，点结和吹奏乐器及铜器，增加本曲的艺术性。那全曲共分为3段第一段呢就是督军校正，第二段呢是兵分十路，第3段是大破连环所以它里面我们可以去聆听一下它的整个号角划破天际的感觉然后第二呢，可以说整个群鼓齐鸣。到第3最后的时候两军在对打的时候，最响的声音就是凯旋而归我们这个掌声欢迎第3首曲目《大破连环》。
有没有？你们觉得好像你整个人哈都要跳跃起来的感觉哈，因为它整个曲目里面有3段哦。第一个的感觉哈，会让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在宋江镇的时候，他们要亲自的教阅三军，所以他那个主乐在那边乐团它的主题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第2段就是整个兵分十路号角划破天际的感觉，然后整个战鼓响起那宋江镇呢会亲自怎么样？就会如同骑那个万马奔腾，那万马奔腾敌不可当，中间就你会觉得很强的时候，就两军在作战它整个故事里面，你觉得你会身至其中那鼓里面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呢，有戏剧，有话剧，有相声，有特技，有表演。接着下来，刚刚我们有听王典南师的唱古调嘛，那现在我们就来听神韵合唱团来为我们表演的。那我们想到说，今天来到义和圣堂呢，我们也感恩到我们义和圣堂的浅显的慈悲，每一位浅显的用心，在一砖一瓦、一石一木里面呢，都用心的耕耘在这么历久那么多年才建造起来的，都是每一个幕后的志工们、幕后的人们、前贤们在那边贡献的。所以呢，我们也很感恩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可以让他们招待，有吃，有住，就住在这里嘛。我们早上就要办活动，然后呢又有听，所以我们今天都享受到什么都很好什么都很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新义和圣堂的神韵合唱团。那以前呢，我们都可能有介绍过，但今天呢，神韵合唱团这样一路走下来，今年已经迈向了从84年嘛，今年已经92年了就是91年了，所以84年到现在已经有迈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越来越棒为大家要来献唱3首曲目。那我们也感恩今天的合唱团的成立，也要感恩于我们的王宪章、王典南师的带动。所以呢，神韵合唱团于84年7月成立，我们由我们王宪章典南师领导。那我们的团长呢，就是我们的黄金凤前贤，指导老师呢，也就是我们的严义坤老师。现在很多人70几个人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一段时间每年呢，他们都会当表演法会，所以每一次在我们的净化人心文化讲座是不可缺席的演出团体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有幸来好好的欣赏他的神韵合唱团，或许真的相当他们欣赏，他们的姿势都很优美，然后唱的歌声也很柔顺很美，听起来就很悦耳，所以今天大家都很幸福来到这里，所以希望说在第1首曲目词行之中呢，那我们这个词行就如同说每一个词行我们都必须要有讲师有坛主，有讲师，有人才，那由我们的典传师，由我们的前人来带领着我们来走这一条路。所以呢，后学呢希望在这一首曲目的词行的注解里面呢，给大家一个回应就是说慈悲喜舍度众生，航向理天极乐地，坛中成全传真理，主愿牺牲不记仇，讲道善诱引慈行，诗诗词语阐迷津，人人愿意欢喜受，才培心秀为道良。所以呢，我们感恩的前人典传师带领了我们这一架词行，由我们的坛主来降，由我们的讲师人才一起来过江，希望我们的词行会降得很顺遂，纵然遇到逆境苦境，我们还是迎刃而解。所以第1首曲目是词行，我们欢迎我们神韵合唱团单方表演，热烈掌声。
分工，天助人伴自成功。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在义和圣堂看到他们成功的呈现，敬人和天，我们欢迎。在美妙的声音里面所呈现的是这么的舒畅，让人觉得很好的感觉。第三首曲目呢是圣贤终可成，在这里或许的给大家注解一个感受是：圣音传达万里过，贤人理事得感召，终始不变持永恒，渴望成功不白费，成就自己感恩人。我们第三首曲目是圣贤终可成，我们欢迎。
跟诸位鲜活的资讯，让我们来知道，其实圣音在给我们常常讲道理哦。有些时候用传达圣音的方式比讲道理来的吸收，所以每一个道场里面合唱团是相当重要的哦。我们真的很感恩神音合唱团。今天呢，后学真的很抱歉哈，今日欢喜，时间甲咱大家拖过哈，大家嘛足讲要转去的哈，安尼是足歹势啦哈。不过呢，一年较一遍尔，推荐一寡时间，互大家来倒体谅一下，安尼好不好？好，那如果说没有依我们通过哈，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很圆满到尾声了哈，我们就请我们的主任委员，也今天我们的主席呢，来给我们致感恩词，我们的掌声恭喜我们的主席。尹教师，那个无线电没有。尹教师。这个时间吼，安尼甲咱拖咧真济真歹势，因为实在节目真精彩啦吼。今仔日吼，安尼伫遮呢，小弟呢，真感谢咱各位委员代表，咱各位敬爱的遮个时阵呢，会员代表，大家会当来到咱这个语言圣城，所以呢，伫遮安尼大家共处一堂啦，真欢喜来开着这个联谊会。那么因为今仔日呢，这个节目会使讲对咱的时阵啦吼，这个特技啦吼，以及着咱的时阵呢，咱这个叫做白雪公主的求道吼，甲咱的时阵呢，这个个咱这个法律总结，因为这个时阵乐国传天这款的这个真正精彩的这个打鼓法啦吼。以后最后呢，咱伫咱义和圣堂呢，以着咱真正美妙的这个音乐来和他们大家人伫遮呢同乐。咱虽然呢是在人间的受道来讲，咱表示讲咱大家人呢有哪是安尼离不开了咱今仔日历史所有传承的这个时阵技艺所以这个咱游艺游艺。咱的时阵呢，到世界各国去有哪是需要有这个各方面的艺术，会当的时阵有咱的文化，来显扬着咱的道以外，会当来传承咱5000多年咱中国历史的这个文化，这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我今仔日呢，伫遮呢真感谢咱各位各路线，而且的时阵呢，派出人员的表演，伫遮嘛感谢咱的时阵呢，各位兄弟姊妹的这个光临。一方面呢，嘛感谢咱义和圣堂，因来提供，以及着甲咱各方面的服务，而且下昼呢，佮甲咱准备真丰富的这个时阵午餐这是咱最后的真欢喜的代志安尼。那么咱明年呢，也有真好的节目，拄啊这个时阵，咱的孙干事已经有甲咱的时阵宣布过去，咱明年呢，这个时阵联谊是要办的时阵到各道线去参访，去参访。假使咱的时阵有意向的人，咱明年呢，咱来到各道场，甲行看看咧，看到咱各位敬爱的时阵道亲们，大家人在各地方所办的这个道场道处安尼今仔日呢，最后呢伫遮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快乐，家庭美满，道路方便。祝大家午安，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主任委员，谢谢感恩今天呢，我们真的后学大家咱最高的致意，真的很抱歉时间控制了无好势，实在足欢喜一年较一遍尔一次较一遍的机会，所以呢有所不足，或者是有所得罪请大家多多海涵，因为学校甲咱讲过，就是讲主开始的时阵呢，咱前任的主任委员说教后学说开始来讲
备鞠躬，坤到3鞠躬，1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恩前人慈悲鞠躬，感恩各位莲师慈悲鞠躬，啊，咱全部嘿，好，好，啊，咱请算吼时间，还是咧自由时间？哦，咱要写出来时间好不好？好，这位来时间哈，好来，我们像我们上面老师这样，前到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向前人持家鞠躬，向各位莲师持家鞠躬，坤到3鞠躬，1鞠躬，再鞠躬，3鞠躬，向前人持家鞠躬，向各位莲师持家鞠躬。那咱用餐的所在吼，拄则咱那个付钱人讲，伫这边，伫这边吼，好，咱大家吼自由活动，就咱先来用餐，等下用完呢，会当自由参观。上，我起来。哦，花莲呢，就真主比哦。会来义卖呀。对，这以前已经抗压了。哦，我车停你头前啊。哎，不是。啊，这公费来头前，你前面啊？钱哦，钱来钱呢，关钱先。
你
意思呢，圣经讲了一段经文啊，伊讲要得净土，当净其心，哦，自由的啊，伊是向法律话嘛。咱一个人的心最重要，以你的想象会当看。本性伊是足天真自在，亲像迄个车顶的心相款。哦，啊，当然咱毋是为着讲这个上要修到安尼，咱才来修的。咱是尽咱该尽其心，做咱该做之事，言咱该言之话。好，来做者，以先以心。好，拄则讲用下无境来说，咱的心会因迄个境甲咱牵引产生一种的动，这个动是不是真正诶？这个境伊落也是需要，这就要由咱个人来去判断对定，个人的心情。那款，哦，第一件就是讲，在咱修学高过程。咱就听经过了过程，前辈才教了过程，我知啦。你讲的我知啦，做生意是信念，就做大经营油品的，那么咱拢知影，要做三件事，无做伊家世家里不离之前，以算金中间就是讲一分，讲到7分就对啦，讲到第10分应有所住，以生以心。在讲到7分了呢，咱就个别来说呢，言下谈话，言下谈话，马上就让以左以相配合。所以在左以相配合当下呢，伊开始就让甲伊的心意讲话耶稣，无离开着咱的心啦，迄个心在咱真心当中所有一切。